来继续往北来到家己的阿里山，这个上雨是落甲真青狂，当地这个打帮部落本地小溪流变做大水墙，若山区的道路有落石崩山，这个公路总局马上派人清理，道路已经来畅通，但是这个雨继续咧落，石头随时会阁连落来，上好暂时唔通去。梅雨季来了。 雨来了，紧五级，阿里山达邦部落边的溪水变成水色真惊人的瀑布。感觉有一种力量来促使我加油啊！水量济甲惊人，居民无着风雨记录落来，但是大雨已经互家己真侪山区道路发生落石头崩山。大细粒石头拢淋落来，甲规条路拢塌掉咧，包括第18线阿里山公路以及甲169线。 往达邦福山部落28公里明水道附近，也有加155线来隔段，拢有土石崩山发生。好佳在目前已经畅通，公路总局嘛呼吁无代志，唔通来山顶。可别说咧做风台呢啦。对天窗看出去，外面的风雨亲像咧做风台共款。透早雨面大来强降雨，嘛互东石乡地势较低所在发生淹水，居民规暗拢提心吊胆，度过无安稳的一暝。